师姐，齐师兄，齐师兄，你来啦！啊，对不住了，我那些师弟们年轻爱闹，搞得很晚方才入睡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也没有等多久啊。不过，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见面啊？白天那个灵尊突然发怒，我到现在还有点害怕呢。不妨事，师叔不是说了吗？灵尊只是跟我们年轻弟子开了个玩笑。再说了，白天他这么一闹，晚上这儿就更清静了，不是吗？可是，我们这样偷偷见面，也不知道好不好。怎么会不好？灵儿师妹，自从我们初见之后，我对你是念念不忘，相思难止，往往夜不能寐，脑海中都是你的影子。灵儿师妹，齐师兄，你叫我灵儿就好了。我爹、我娘都是这么叫的。真的吗？灵儿。对了，齐师兄，你看，你给我的钱粮珠，我每天都带在身上呢。灵儿，时候不早了，明日还要早起。我先送你回去。若是被人发觉，对你总归是不好。走。
方才我去看了灵尊，一切如常。灵尊为何突然大怒，又消失得这么快？灵尊所攻击的目标，好像是冲着年轻的弟子。莫不是那些弟子冒犯了他？几乎不太可能。若真是弟子冒犯灵尊，怎么会一击之下便放弃了呢？千年以来，从未有此蹊跷，这其中一定有原因。我试着以本门秘传的通灵术一探究竟，不料灵尊睡着了。待他醒后再说吧。且慢，还有一事，我要跟各位商量一下。一才，弟子萧一才拜见各位师叔。哈哈哈哈！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一才啊，还要感念你在炼血堂之中的恻隐啊，救了灵儿一命。师叔您过奖了。不错。各位师叔，5年前师父派弟子潜入魔教，调查昔年草庙村血案一事，可惜只查到年老大当年在青云附近出没。其次，弟子还探查到另外一件事。是什么？半年前，魔教似乎发现了天书的下落。天书，天书乃是魔教的镇派功法，传言谁要是习得5部天书，可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，不如……我已给焚香谷谷主云一兰回信，他们会联合天音阁共同派遣弟子，一同前往空桑山，阻止魔教恶徒。咱们呢？此次七脉会武，我打算派出胜出的前4强，一同前往空桑山。一来可以洞察魔教的动向，二来也可以让他们历练历练，多长长见识。掌门师兄说的对，这些弟子啊，只知道闭关苦练，却不知道入世也是一种修炼呐。总是要成长的，不过也不能操之过急。只是这数百年来，天阴焚香两派人才济济，令我心中十分焦虑。我们青云是正派当中的首领，是该让弟子们入世去修炼修炼了，不然将来等到有一天我们都老了，在九泉之下，也无颜见我们的青叶祖师啊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了。哎，快看快看！你和谁打呀？哎，小帆，你的名字排在第1位。小帆，第1位。哎呀，不公平啊！太不公平了！不公平，不公平！闭嘴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娘，
怎么就你话多呀？小凡，你精神不太好，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啊？哎呀，小凡运气那么好，今天也不用打瞌睡也没有关系啊，是吧？你也闭嘴。这次七脉会武与以往不同，为鼓励弟子立志修行，我跟众位首座长老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在大事之后，最终进入4强的弟子，便可得到我派的至宝乾坤九仪鼎传功。资质好的弟子，说不定还可以从中领悟到我派的镇派剑法。哇！张小凡，要努力，不能丢大厨风的脸，让师傅失望。小师妹，师傅。小师妹这招真是漂亮，打得好！田师兄，侄女儿灵儿虽然年幼，竟有如此天赋资质，实在是令人羡慕。哈哈哈哈！我的女儿嘛，哎，那当然。商师兄门下人才济济，肯定还有高手未出吧？娘，怎么样？厉害吧？厉害，师妹你赢得漂亮，真厉害啊！厉害！恭喜师妹！谢谢。别骄傲啊！哎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灵儿已经给你们打了个样子了，所以我说呀，其他各派弟子并不是高不可攀，你们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。一会儿加油！是师傅。
灵儿，小凡，我打完了。打得怎么样啊？哎，这一不小心啊，就赢了一场。哦，恭喜你啊！你怎么了？生病了？病怏怏的。没事啊。你真厉害，轻轻松松的就赢了一场。嗨，我那点微末道行算什么呀？要不是我爹天天逼我练功，我才不练呢。怎么样？赢了一场，心情不错吧？在这峰回峰上养养花，喂喂鸟，看看书，那才叫逍遥自在呢。只不过我是没有想到，这个七脉会武上居然有人功夫比我还低。功夫比你低的人多着呢。那又怎么样？反正赢到最后的人又不是我。小凡，小辉，小辉，你怎么还在打小辉的主意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不给。哎，我拿东西跟你换啊！不要！我在峰回峰上藏了好多好玩的玩意儿。不要！三腿兔子，不要！黑白孔雀，不要！没壳乌龟，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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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呢你？你要不要绝世孤本啊？不要！我要这样的干嘛？不是，你这不要那不要的，你要什么呀？想不到你一个姑娘家，功夫如此炉火纯青。谢谢齐师兄夸奖。不是我不想要，是有些东西我不配拥有。就这样吧。什么？哎，不是，你不换就不换，你别耷拉着脸呢。来，我带你去散散心。不去，我要回去了。哎呀，这跟我走，走。去哪儿啊？哎呀，走吧，走。哎，宝物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你说的散心就是带我来这儿啊？不是，这原来都是宝贝。我还在想，你要是看上哪一件的话，就可以拿小辉来换呢。你还在想小辉的事啊？我说了不换。哎，是说好。嘘。师兄，说起来，这掌门师兄也太过于谨慎了。是啊，这91宝鼎乃是本派的镇派之宝，师兄平时轻易不会拿出来。这次自然要保管得妥当一些。也对，这样吧，暂且将这91鼎寄放在这供台之上，我来加禁制之术。好。这下就安全了。请。哇！这个鼎这么厉害？那当然厉害了，乾坤91鼎与本门诛仙剑并称2大镇派之宝，鼎内还有一枚先天元胎，蕴含着青云门最上层的内功心法呢。既然都是功法，那就是让人学的了。
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鼎里啊？祖师爷爷厉害，可并不代表以后门派里的弟子也一样厉害啊。这一代传一代，终究变数太大。万一到了哪一代弟子不行了，从师傅那儿学不到青云门的顶级剑法，那隔不了多久不就失传了吗？哦，有道理。哎，这样的话，就不怕功法失传了。其实啊，我倒是不喜欢什么功法，我就是喜欢这个鼎啊。哎呀，他连法术都能收，你说他多厉害？嗯。走。刘兄，你这怎么了？周兄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刘师兄，刘师兄，你怎么伤成这样了？是谁把你打成这样？告诉我，我替你报仇去。陆雪琪，雪琪啊！哎呦，我们家雪琪下手太狠了，怎么伤成这样？你们赶紧带她去疗伤去吧啊！哎呀，下手也太重了，师兄对不起啊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哎呀，真是的，下手也太重了。胡说什么？脾气啊！满嘴胡说八道，能不能给为父增点脸面啊？爹。既然技不如人，回去多多练功就是了。不过咱们峰回峰从来不争这些虚名头，要想胜得了别人，必须勤学苦练。话说回来了，你在藏宝阁干什么？啊，被您发现了。哼，你以为你能瞒得了当爹的我呀？是我的错，是师兄想带我见识见识。无妨无妨，见见也好。倒是我这儿子整天调皮捣蛋，恐怕他给你添麻烦。什么麻烦啊？我才不麻烦呢！我曾叔叔人见人爱，只能锦上添花，哪能添什么麻烦？你说是吧，小凡？是。小凡，我听曾叔叔说，上回你们在小竹峰惹事了啊？师叔，无妨无妨。难得在这辈的青云弟子当中，还有跟我儿子一样意气相投、一起胡闹的。这样吧，晚上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吧。曾叔叔的娘也想见见你。谢师叔。哦，对了，爹，哎，来，你什么时候帮我去小竹峰提亲啊？提什么亲？真是胡闹！什么胡闹啊？这娘说的，又不是我。行了，少说两句吧。好了，小凡，你大师兄啊肯定会收到消息的，你今晚就别回去挤通铺了，在我这儿睡就行了。这鸟真漂亮，真漂亮，真漂亮！你眼瞎了吗？老娘当然漂亮。小叔叔，这什么情况？不是，他这个东西吧，他还没弄好，偶尔是会骂人的，我修一修就好了。你平时在家里就喜欢弄这些东西啊？那倒不是，我最喜欢的是下山玩，其次才是在房间里弄这些机关法宝。哎，等哪天我下山游历，我带你跟小辉闯荡江湖去。行，我一定更努力一些，练好法术，绝对不拖你后腿。行了，我们先睡吧，明天还有比试呢。啊，哦，行。哎。小凡，你别紧张嘛，明天没事的。我当然不紧张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明天都是输。别这么说嘛，那你也不能还没打就认输吧？当然不会了。明天无论怎样，我都会让自己坚持到最后。我一定要让师父和师姐看到我尽力了。你吧，可能就是哪儿还没开窍，开窍了就好了。我不像你，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。师父总是说我一天到晚浑浑噩噩的，一点都没有清楚的目标和方向。你别听那个胖子跟你喂，啊，你别听你师父这么说。
师傅说的对，鲸羽这么刻苦的练习法术，为的就是为草苗村的亲人们报仇。现在炼血堂也灭了，杨老大也死了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这心里总是空落落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这个年老大到最后都没有提过半句关于草苗村的事情。我怀疑屠村的事情跟他并无太大的关系，但是现在也死无对证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反正这个仇啊是落在魔教身上了，对吧？接下来日子还长着呢，慢慢查吧，总有一天能查出来的。这炼血堂没了，还有万都门、长生堂、合欢派、鬼王宗呢。鬼王宗？对啊，我最近听我爹说，鬼王宗正在扩大势力。哎，你记得上次在避火天平湖帮咱们的那个女孩吗？哦，她叫碧瑶。对啊，听说啊，她就是鬼王宗宗主之女。哦，我知道。你知道啊？哎呀，真没想到，鬼王的女儿居然会帮助咱们。哎呀，不过长得漂亮的女孩，心眼儿应该也坏不到哪儿去，对吧？哦。不要，不要出来！娘，怎么了？快进去！
别睡，醒醒，不要，不能睡，你要坚持住。娘，女儿终于给您报仇了。娘，女儿还找到了小时候在山洞里给我扔包子的那个小男孩，他叫林金宇。他现在已经是青云门的弟子了。可是他却跟我说什么正魔不两立，还说和我没缘分，纯属胡说八道。小赤啊，咱们的女儿是越来越像你年轻的时候啊，谁也管不住，单枪匹马的跑去找年老大报仇，还给我带回了青云的灵药，治我的旧伤。娘，你知道吗？我虽然下山转了一圈，但是至少我给爹带回了灵药，还治好了他的旧伤。可是有什么用呢？人家现在让我哪儿也别去。您说有这样的人吗？江湖险恶，风波诡谲，我这都是为了咱们的女儿好。为我好？那你就把我关在胡岐山一辈子吧。该派你出去的时候，自然会派你出去，只是绝不容许去青云门。爹过2天就要闭关疗伤了，别再给我找麻烦了。该派我去哪儿啊？咱们在敌人内部的内应什么时候传来消息，再权宜行事。内应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闯藏宝阁，快！回风盗取乾坤9一鼎，我和小凡追到一半，人没了。
我来的时候并未看见有人。这样吧，去那边看看。哦，好。幸好九一定无事啊！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我要抓紧时间去向掌门师兄汇报。你们几个听好了，比武在即，回去以后早点休息，不准分心。是。雪琴，要不你今晚就睡这儿吧，明天早上我们一起上通天峰。说什么混话呢？弟子告辞。雪琴，我送你。给我老实点。看到刚才雪琪看我的眼神了吗？明眸如星，满含情意。会不会想多了？你不懂的，遇到喜欢。那绝对是完美逆袭标准范例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话说当年，你师父追你师娘，各种方式都用了。师姐，这是我做的绿豆糕，亲手做给你的，你吃吧。张小凡，你在女弟子房外做什么？我找我师姐。她有事出去了。哎，陆师姐，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，行吗？不行。你师姐跟齐浩师兄晨练去了。哎，师姐，这包吃的，请你交给他。张师弟，你不用准备七脉比武吗？啊？你是太闲了，还是觉得抽了一个签，便能一路走运？大家都在全力以赴，而你在干什么？还在做这种无聊之事。对不起，师姐。齐师兄，以后你叫我灵儿就好。张师弟，你是太闲了，还是觉得抽了一个签便能一路走运？没关系，这次啊，就当过来见识一下。你说你能干什么呀？练功不行，干什么不行？你说你将来准备干什么呀？
师兄，这个楚玉红是什么人啊？是朝阳峰的，道行高不高我就不知道了。哦，别担心，上了擂台尽力就好啊。哦，诸位师兄，诸位师兄，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吧，赌一赌小凡这场的胜负如何啊？好好，我赌小师弟输，没问题。哎，我赌双份。好嘞，你们这干什么呀？啊，小凡比试在即，你们还要打击他？大师兄，你别生气，我就是开个玩笑。开玩笑是吧？好，那既然赌都赌了，要不我也下5分呢？啊，行吧？大师兄，你说你还当真了？我告诉师傅去。啊，大师兄，你可千万别告诉师傅啊！小凡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会。小凡，我听说你早上去找我去了。没有啊。没有吗？灵儿，咱们走吧。啊，好的，我来了。小凡，我今天还有比试，就不能助阵了，你要加油哦。走啦！啊，来了！师兄也走了，小凡，加油啊！师弟，师傅师娘不想给你什么压力，打打就行了，输赢不重要。好，加油，小凡，努力。小凡，还是那句话，尽力就好，啊。走了。大竹峰没人了吧？连个观战的都没有。是啊，一个人都没来，是不是怕输不敢来呀？下来！那是什么呀？烧火棍子吗？烧火棍，烧火棍！昨天他们大竹峰啊，还有人用骰子呢。大竹峰的人用的武器怎么都这么奇葩呀？出招吧，张师弟。师兄，你认为此场谁能获胜啊？胜负难料。师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师兄，请你全力施为，不要留手。我看还是……你瞧不起我吗？不是。那好吧，我尽全力了，你可得小心啊。
大珠峰，张小凡获胜。什么？这肯定是作弊！他舞弊！要出来！要出来！作弊！张小凡一定是没对小人，张小凡回避小人，是你们的功夫，是龙王说了，外面邪道者说，小凡说你就是在作弊。大家不要怪他，是我轻敌了。好了，有什么不服的，找掌门说。你手中的邪物到底是什么？它是我的宝物，不是邪物。承认。哎，雪琪，打完没有？打完没有？哎呀，我的雪琪啊，今天怎么那么倒霉？刚打完一场，你也赢了，雪琪。小凡，你脸怎么了？哎，曾叔叔。哎，待会儿再说。没事。你爹去找掌门师伯了吗？找了苍松师叔，师叔说由他来解决。哦，这个盗宝贼对藏宝阁这么熟悉，会不会就是年老大那样的人，潜伏了很久的？有可能是炼血堂的余孽。哎，不过他能破除我爹下的结界，说明此人的修为很高啊。嗯。总之，我们要尽快抓住这个贼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嗯。宋师兄，林师弟，林师弟，小凡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下午比试前就没见过他。你们没有去看他比武吗？我们给小师妹助威去了。对了，小凡打得怎么样？小凡好歹也是大珠峰的弟子，田师叔就这么不闻不问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快别提这事儿了。我家二师兄刚输了比赛，啊，看那边。我说老二，你怎么就那么不争气呢？啊，为师怎么跟你说的？你这话要是让我家师傅听见，他肯定又得生气。哎，我听说，小凡今天比武胜了。小凡胜了，小凡赢了，小凡他赢了。哇！小凡他，我的钱，我的钱呐！哎呀，什么？我就是赌小凡他输了。别说了，快通知师傅去啊！哦。
师姐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你身带利器，七脉比武，怕是会有危险。再这样下去，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吧。雪琪，小帆，雪琪，哎，这就是我的乾坤一气兜，专治各种狗皮膏药，祖传封印。赶紧换吧。哦，好。哇，还好我上次没用手。我们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，走。叔叔，你没事吧？我的手！你别管我了，你快追吧！等一下，我给你画一个乾坤一气兜的符。快去啊！张小凡，你就知道胡闹！陆雪琪，你是你师傅的得意弟子，平日里挺听话的，怎么会跟着他们两个人一起胡闹呢？师伯，这件事是我和曾叔说的主意，跟师你的主意，你们就知道打草惊蛇。师傅明鉴，那黑衣人张狂至极，竟敢朝九一鼎下手。上次有人偷入藏宝阁，已经惊动了我。我和你曾师叔刚刚又加固了一次封印，只要有人触碰，就会惊动我们，我就会顺藤摸瓜找出那个窃贼。可你们偏偏要自作聪明，你们真的以为师傅们都老糊涂了？啊？好了，赶快把九一鼎放回藏宝阁。这件事情你们不要再管了。是。还不快去！是师叔。是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我没事儿。雪琪，你是不是在关心我呀？哎，雪琪，雪琪，你是不是想明白了？你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
他害羞了，不好意思了。是啊。昨天听说你比武胜了一场，把我高兴坏了。本来想给你庆祝一下，没想到却发生了那样的事情。那是因为我运气好。你要是看到我怎么赢的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怎么这么说呢？你做得很好。我今天也一定会努力的。小凡，我今天下午去给你助威，你好好表现。别给你师父看清了。哎呀，我忘了回师傅那里去了。静月，我先回去了。你看看你们这一个一个的啊，还有你作为老大啊，貌似一表人才，一天到晚弄个玉树临风的样子，你，哎呦，师傅，小凡，快来！小凡，师傅，师娘。师傅，小凡回来了。这是哪家的青年才俊呢？莫不是走错师门了吧？啊！师傅，弟子知错。张小凡，你侥幸赢了一场，啊！我看你就不用回师门了，择良木而栖吧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哎，还有你们啊，看看你们这一个一个的样子，别比了。都回去吧，在这多丢人呐！不易。哎呦，我这心呐！起来吧，小凡，快起来吧。你师傅他在气头上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等一下好好比，比完了再去向他认个错。都是我的错，这事儿也不怪你，主要是昨天你师兄他们全都输了，就剩下灵儿，所以你师傅正生气呢。是啊是啊，输了，大伙儿都输了个底儿朝天。没关系，各位师兄，我替你们报仇。谁说都输了？不是还有小凡吗？师娘，小凡运气好，第一场抽到空签，第二场还打赢了呢。是啊，师娘，都是我运气好。你怎么赢的？打到一半，对手拉肚子。啊！你这运气也太好了。小凡，我们给小师妹助威去了，你好好打，要有信心。小凡，那我们走了，走了。师兄，
我能胜，是因为2个功法，还是因为这根黑棍？为什么我记不得刚才用了什么招式？难道是棍子控制了我？ 小凡，青云，打得不错，运气。连赢2场，怎么会是全凭运气呢？大家都在议论，大竹峰的功法实在是玄妙，就连对手是怎么被撂倒的都不清楚。来，咱们兄弟俩过2招。 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功夫。我跟你有什么好过招的？你该不会是怕提前出了绝招，再对上我时，赢不了了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是靠运气。 可在擂台上，你表现得非常好。我是不会跟你动手的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小凡，你师傅是不是什么都没教过你？我说了，是我学不会。好，咱们俩拆几招。 你看到了，我能赢全都是靠的运气。那你之前连赢的2场，究竟用的是什么招数？我告诉你了，我没有能赢的本事，我用的全是阴招，行了吧？张小凡，你到底修习了什么旁门左道？连我也要欺瞒吗？我连青云的基本法术都学不会，学什么旁门左道？你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了。 你撒谎！你撒谎！你手里的法宝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从不撒谎。 这个法宝的来历，我不能告诉你。今天的战况真是很激烈啊！是啊，陆师姐果然赢了，真厉害！我就觉得皇室本来可以赢的，就是竞争法，这是什么手法？学游泳像山一样就好了，不会。就是太
太奇怪了。你在这儿干嘛？我在等雪琪啊。哦。你又怎么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雪琪她……哎，小凡，你今天到底怎么赢的？大家都在说你呢。好，我不说，我听你说，行了吧？小凡，你看红榜了吗？明天你对上的是我的大师兄彭昌，他是我们峰回峰中弟子修为最高的。不过你放心好了，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，他会手下留情的。你让他把我杀了吧。别啊，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啊？哎，小凡，你今天到底用的是什么功法呀？啊，是不是从小辉那里学到的？要不然你也教教我啊。你说青云门有弟子身兼2派功法的吗？身兼2派功法，应该没有吧？你忘了青云门规第3条，偷师学艺乃门中大忌啊！轻则废除武功，逐出青云；重则可是……哎，你们朝阳峰怎么来看我们峰回峰比试啊？当然是来给彭师兄助威啊！一定要打败那个张小凡，一定要打败！彭师兄，就看你的了，千万别被那个小子近身。没关系，小凡师弟也是同门。好了好了，师兄知道了，一定会手下留情的，放心吧。师兄你太好了，果然是我的亲师兄。那当然。小凡，加油啊，小凡！加油，小凡！小凡！哎，师弟，你是帮哪边的？不是，大家都是自己人啊。小凡，你别让了！张师弟，你一直不还手，是瞧不起我吗？
是用邪术，这不是青云功法。是啊，这不是从哪学来的？外面写的一定是邪术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不会法术？我不是让他留手了吗？啊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啊！我来！喂，干什么？人多欺负人少啊！是啊，退后！告诉你们，我们小凡师弟赢了，你们是不是输不起啊？退后，那都算禁止。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师父，要造反呢？还有没有门规了？老七啊，你可否告诉为师，你是怎么击败彭昌的？嗯？你不想说是不是？师父，弟子我。 师父，弟子愚笨，这些年进京，一直进展不大。可是前些日子，弟子突然发现，能够驱使自己的法宝。小凡呐，你现在是深藏不露，一鸣惊人，大出风头啊！啊？师父。 不是，好了，你也别不是了，也别是了。我现在一看见你啊，我一看见你们呐，我这个心呐。好了，为师呢，也不想知道你这法宝是怎么得来的。你可知道，能够驱使此法宝之人，功力至少已经到了第4层。 可是为师记得，我只教你到第2层的法诀。你能否告诉你这个孤陋寡闻的师傅，你是如何绕过第3层，直至第4层境界的？说。请师父责罚。责罚。 背师偷艺，这是我青云之大忌。轻则面壁数10载，重则废其道行，逐出师门。